求水的记忆，作者阿珍，录音阿珍。前年要我旧历年的某一天，我的好朋友 Amy 伫基后天后宫领着一本旧年台湾天后宫的庙印收集簿，簿仔内底总共有50页，注明全台湾妈祖经其中的100间。遮个妈祖经会提供庙印，互信徒当囡仔做纪念，顺线吸引信徒去参拜添油香。这是这几年来一年一摆的活动。到4月底查止，拄好伫全台湾要开始烧光佛桥迎妈祖的进程结束。Amy 知影我是老台南人，招我甲伊做阵去找找台南的妈祖经。我一声就甲答应。毋是我落草比伊较熟，是我家己嘛想要趁机会，好好认捌一个大台南地区。讲实在，真侪所在我简单捌听过地名，毋捌行搭过。就安尼，阮时间超好势，就去行。照计划，阮迄天出门，一路总共要走找6间妈祖经。Amy 负责驶车，我负责看 Google Map 甲报路。我先想嘛想袂到，阮要走找头一间妈祖经，竟然是石仔赖阮外妈兜门骹口迄间天后宫。这个所在，我已经40多年毋捌踏骹到，到呾才知影细汉常在伫迄庙埕耍的这间庙，服侍的是妈祖婆。实在有影真罕古。车一驶入庄仔内的细条路，我头壳底囡仔时代记忆就开始问出来。透中昼，日头当炎，路面无啥物人，规个庄头店旧旧，远远就看到迄个要请去哩庙埕的架，架顶倒手边迄张大棕青，我还会认得。一个我细汉就熟悉的所在，路草、地形拢无啥物变化。即阵手里若有一张即个所在早前的老相片，通甲眼前的景致做一个对照，定着袂走进去。车驶去哩到庙埕，阮才知影庙当咧重启。Amy 甲车停踮大棕青下骹。阮落车徛踮凉凉的树荫林，斟酌看庙埕4箍练长的环境。神庙粗坯结构已经完成啊，迄规模比早前的加真大，看起来真雄伟。庙埕以早有一个戏台，已经无看见。庙埕看起来嘛变较小，好亲像求水器共款。毋知是大庙起来的关系，抑是囡仔时代目睭所看到的物件，拢比大人看到的较大无。庙埕四周围的情景甲建筑物已经改变真侪，看起来不止啊清楚。古早外公的杂货仔店已经改做大卖，是用铁厝搭的。留存伫我心肝影仔内底的记忆，互我淡薄仔少年细汉的时，捌伫遮出入、行搭、度假的日子。Amy 陪我伫青仔骹徛有一困，阮才做阵挖入去妈祖婆暂时安放的铁厝内底，点香参拜。阮庙印转好行出来。我阁回头看一下迄间青云的大卖店，才上车，离开这个早着路头长的所在。